乱队没有，是昨天那样跳的话呢，就更好看。泳儿现在不算是把说是也可以，他们都是跟冠军差不多吧，跟亲戚关系啊。还有一个杨博，杨博也是新的发言，他是儿子吧？以前的那个杨什么？孟加拉那个他妹妹嘛，加入的，我来的比较少，基本没看到过。看见。我装不了。
最喜欢涂这个涂背，涂这个肩膀。丢再丢。对，别的直接在丢，别痒它那些不会的。这次看吧，它基本动了几个东西要老一下，有点痒的，应该是老痒痒。在成都一直待的话，都可以加。以前有些临时的在这边待一下。没看清，现在不知道。哎，吴家馍怎么回事儿？他没来呢？吴家馍回老家去了。哦，又回了去，又跑了。我是说还没。
真传，本来就跳得很好。呵呵哎，我害羞了。你要害羞啊？你本来就说的老实话哟，真话嘛。